来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为着要增加兵力，打来免做兵的标准更加严格，包括身体质量指数 BMI， 包括视力甲身悬，拢要来放宽。譬如讲，这个身悬本地无到158公分就免做兵，即卖改154公分以下才免做兵。 成为争取新10个国军做兵，敢是每一位男性必经的过程？迄无一定，因为体位标准，包括视力、身悬、甲身体质量的指数，拢有条件。不过，国防部为了扩大兵员对比兵力，伊个将修正体位区分办法。在修正前，本来视力的规定是一类矫正视力0.1以下，两类验光度数差5度就免做兵。不过修正后加一项条件，上好的矫正视力。 必须较无0.6 BMI 身体质量指数，本来是16.5以下，也是超过31.5，修正后将提悬到超过35。身悬方面，本来免做兵条件是160公分以上，也是157公分以下。即马这个计标降到154公分以下，也就是讲增加155公分到157公分的人嘛爱做兵。国防部表示讲，考虑现行作战的形态改变。 以兵役公平原则，所以讲修正规定，到底会影响偌济人？内政部表示讲，还伫算，若修正草案将会公告60天，经过讨论后才实施。